各位投資朋友們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美股市場透視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的每日盤後分析。此刻是美05/2025的美東時間下午5點，讓我們用3分鐘把握今日市場脈動。今天的美股就像一杯分層拿鐵，表面看似平靜，內裏暗流湧動。三大指數結束了史詩級的9連漲，標普500下跌0.64%，收在5650點。道指微跌0.24%，納指跌幅0.74%，更顯科技股壓力。這波調整其實早有端倪，當非農就業新增29.3萬人撞上一季度 GDP 萎縮1.4%，市場突然意識到經濟可能正走在滯脹的鋼絲繩上。更耐人尋味的是，聯儲局9月降息概率3天內從68%跳水到51%。這種預期波動在國債市場掀起驚濤駭浪，10年期美債收益率一天波動超10個基點，連專業交易員都得緊握扶手。板塊輪動今天上演冰火兩重天，公用事業板塊逆勢上漲0.9%，像到核能源這樣的老牌企業突然煥發青春，這背後是資金在利率迷霧中尋找避風港的集體動作。另一邊，能源板塊暴跌2.3%，讓人捏把汗。OPEC 加的意外增產決議讓原油市場措手不及。雪佛龍的股價走勢簡直像坐上了失控的過山車。說到科技股，蘋果3天跌超8%，拖累整個消費電子板塊，但微軟卻像安裝了防震裝置，在 AI 業務支撐下穩收漲0.2%。這種分化告訴我們，現在的市場獎勵的不是科技標籤，而是實打實的增長故事。說到這，可能大家會問，市場究竟在擔心什麼？我梳理出3條主線。首先是政策兩難，聯儲局既要防通脹又要救經濟，就像同時給油門和剎車施壓。其次是盈利警報，標普500成分股一季度盈利增速放緩到4.3%，庫存周轉天數拉長，暗示需求疲軟。最後是結構斷層，30年房貸利率飆到7.22%，讓房地產 ETF 跌跌不休，但生物科技板塊卻因 FDA 審批加速逆勢走強，這種撕裂感正是當前市場的底色。展望未來3天，5個關鍵時點需要重點標記。首先是明早的 ISM 非製造業 PMI， 這個數據可能決定市場對經濟衰退的定價深度。其次是周4的鮑威爾國會聽證，任何關於縮表進程的暗示都可能引發劇烈波動。最後是標普500在5150點的技術支撐，這個位置聚集了價值240億美元的期權頭寸，一旦跌破可能觸發程序化拋售的連鎖反應。給各位投資者的策略建議可以總結為3個：重新審視持倉的利率敏感性，公用事業和醫療板塊的防禦價值正在凸顯，重新評估科技股成色。AI 真龍頭和消費電子跟風者的差距會越拉越大，重新規劃入場節奏，建議將5100至5200區間拆分成網格佈局。記住，當經濟數據出現精神分裂時，最好的策略是保持頭腦清醒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僅供資訊和教育目的，不構成任何專業財富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明天同一時間，讓我們繼續透視市場迷霧，下期再見。